大家參加由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辦，教育局高等教育院校憲法及基本法推廣資助計劃贊助嘅第25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大專生辯論賽。今日比賽嘅辯題係港府應推動垂直農業在港發展。對賽隊伍為正方香港大學。反方接着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評判，佢哋分別係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高級講師黎奕寶博士、香港樹仁大學生傳系客席講師陳忠坤老師、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楊展康先生。好多謝各位評判今日撥冗出席擔任呢場比賽嘅評判。以下落嚟係對賽雙方嘅名單。正方香港大學主辯陳燕如同學，第一副辯歐子謙同學，第二副辯伍展琪同學，協辯莫君如同學。反方嶺南大學主辯潘心月同學，第一副辯周曉芙同學，第二副辯鄭慧雅同學，協辯蔡文慧同學。以下係比賽規則。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台下隊員以文字、圖片或語言進行任何形式嘅溝通，違者可以被取消資格。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為人名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任何台上或台下發言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各辯論員須於計時員鳴鐘後才可以開始發言。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一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須盡快總結其演辯詞。在法定時間終止後15秒，計時員會連續按叮3下，而該辯論員將會被扣分。扣分制度如下：法定發言時間終止15秒過後，每過5秒，每位辯論員將於該辯論員所得分數扣除5分。如此類推，不足5秒亦當5秒計算。計時員有責任確保計時及鳴鐘準確。為計時員有所失誤時，一旦發現後，應即時請示評判，評判必須集體決定是否補足時間或自行調整分數。請問雙方對賽規有冇疑問？如果冇嘅話，接着落嚟係試咪環節。試咪嘅先後將按出場次序。而家有請正方主辯。試咪。仲有各位大家好，我謹代表我方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感謝3位評判今日撥冗出席擔任是次評分工作。另外，我哋都要感謝友方嶺南大學喺過去7日同我哋一齊悉心準備呢一場比賽。最後都要感謝賽會喺今日俾我哋一個咁舒適嘅作賽環境，俾我哋安心作賽。咁就話係我哋今日過嚟呢一度浸會大學嗰陣，如果坐東鐵線過嚟嘅朋友，可能都會經過一個站，嗰個站咧可能係金鐘。咁金鐘，我以前咧喺港島咧一直對呢個地方冇咩感覺，但係到呢幾日，甚至係今日坐車過嚟嗰陣，我聽住佢話下一個站係金鐘，而眼前面就係見到大埔火災嘅場面，佢突然間令我諗起咗一啲啟示。就係原來金鐘唔單止係一個地名，而且係佢要叫我哋要珍惜每一刻鐘，因為每一刻鐘可能對於我哋嚟講都係黃金。
所以我哋成日話我哋要多見面，多見面，下次再見面，但可能已經係最後一面。所以想同大家講嘅係，希望大家珍惜每一個同每一個身邊人相處嘅機會，同埋每一刻我哋而家享受緊嘅時光。多謝各位。有請蛋方主辯。各位大家好，我謹代表我方嶺南大學答謝3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擔任是次比賽嘅評分工作。其次，亦要多謝友方香港大學喺過去7日努力準備辯題，同我哋切磋辯記。然後都要多謝賽會喺過去用心籌辦呢一場嘅比賽。最後亦要多謝香港浸會大學為我哋提供咗咁舒適嘅場地，供我哋安心作賽。近日天氣嘅溫差晝夜溫差好大，所以希望大家都會記得帶多件衫，保重身體。多謝。有請正方第一副辯。是咪？小息評判做得好。好似我方主辯所講咧，最近天氣都可以轉涼。換言之咧，11月已經嚟到，就嚟12月聖誕節添啦。可能咧學生嘅話臨近社尾，可能都好多功課要做。又或者大家可能都會諗緊聖誕節去邊度玩咧？呢一段時間有冇可能可以規劃下啲行程咧？但係希望在座各位無論幾忙都好，都係逼少少嘅時間出嚟去關心下我哋呢個社會，我哋身處緊嘅一個城市每一個角落發生緊啲咩事。希望大家如果有能力、有時間嘅話，都可以用自己嘅綿薄之力去幫助一下真係有需要嘅人。多謝各位。有請反方第一副辯。是咪？預祝各位，其實相信大家喺呢一個星期入邊心情都非常之沉重，因為面對住大埔嘅災情死傷人數數字越嚟越高嘅時候，相信大家睇新聞，去到甚至乎親身去到大埔區見到嘅情況，都會令大家好難受。咁其實咧，我嘅兼職係一個到校導師嚟嘅。咁其實我逢星期五都會去大埔一間學校度教班，教佢哋英文，教佢哋做少少科學家。咁其實佢今個星期五都唔例外。呢間學校其實距離雲福苑只有20分鐘路程，而我去嘅期間亦都見到雲福苑當時火災後嘅全貌。咁其實咧去之前咧，我心入邊咧係唔知沉重，仲好驚。我好驚我班學生會少咗一個，我好驚我去到嗰陣見唔到佢哋。咁但係慶幸嘅係全員到齊，咁我個心舒咗一啖氣。但係佢哋響上堂嘅期間，其實佢哋嘅情緒都好唔穩定，因為可能佢哋身邊嘅同學亦都係災民之一。咁所以作為一個可能真係親身接觸到大埔區居民嘅一個人啊，雖然我唔係大埔區居民，但係我係香港嘅一份子，所以我呢份沉重嘅心情其實到呢一刻都依然未能減輕。咁所以我喺呢度好對唔住，我真係冇辦法講一句話停一場精彩嘅辯論，但係我依然會抱住一個大專生嘅身份去衝出校園，關心社會嘅心態去打呢場比賽。多謝。有請正方第二副辯。
試咪試咪。在各位大家好，我係一個社工系學生。近日因為大埔嘅災情，我哋社工學界都有發起一個聲援，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加入義工隊。加入咗義工隊之後，其實發現作為一個社工係1年級生，其實確實我哋冇學到任何嘅知識，可以真係前線咁去輔導呢班災民，所以選擇咗做後勤去做一啲資料整合。其實望住嗰啲資料，自己都好心痛，覺得好無力，因為其實見到啲災情，即使冇親身去到達，冇如有方同學親身到達，呢種痛感喺社會當中都會傳染。因為我哋係一個生而為人，我哋係會有同情心，我哋會有同理心，我哋會感同身受。所以想喺度同大家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治天下。如果你呢一刻你因為呢個災情，如果你係受影響嘅人，你嘅情緒又受影響，咁請你放低你手頭上嘅一啲手機，唔好再去睇一啲社交媒體，去照顧好自己嘅情緒。其實實際上都會為社會運作降低咗成本，令到社會更容易運作落去。如果你尚有餘力，我都呼籲大家可以做捐款。但其實最重要想同大家傳達嘅就係，重建一個社會從來唔係一剎那嘅事，甚至乎呢啲家屬或者受影響嘅人士嘅痛，都唔會隨住呢一場大火就突然之間消失。呢啲痛係會延續，而我哋嘅關注都唔應該淨係喺呢1-2個禮拜入面，而係要持續關注整個進度，整個究竟佢哋需要啲乜嘢援助，社會點樣去幫佢哋。作為一個社工學生，對呢件事尤為深刻，因為社工第時我攞咗牌之後，最前線要去面對嘅就係社會當中受苦受難嘅人。但即使你唔係讀社工，你身為個大學生，甚至乎身為一個人，其實就應該要去持續關注。所以我呼籲大家都唔好過咗呢1-2個禮拜就忘卻呢件事。最後祝福大家一件，其實大家可能好覺得好平常，但其實而家都係好艱難嘅事，就係祝願大家出入平安，生活順利。多謝各位。有請反方第2副辯。各位大家好，啱啱都聽到大家講好多關於大埔火對大家嘅心情點樣沉重。好明白大家而家可能係一個好低壓嘅狀態，但都希望大家喺呢一個黑暗嘅時期都好啦，都可以保持住一個積極去面對呢個生活嘅心態。不如同大家講下啲辯論同社會有關嘅事。點解咁中意？關於我自己個人啦，點解我咁中意辯論呢？其實我覺得係辯論帶我去認識咗個社會。由我細個嘅時候係對呢個社會唔關心嘅，但係就係打好多唔同嘅辯題嘅時候，發現原來根本政治同我哋嘅生活係唔能夠脫鈎，好多嘢都係我哋需要不停地思考。即係今日呢一場嘅大火，令到大家去思考嘅就係除咗心痛之外，你哋記住呢一份感覺點樣去保持落去，要去維持一個去質問嘅態度，去不停咁好奇呢個世界究竟發生咩事，唔好停止你哋對呢個社會嘅關心，同埋都係呼籲大家雖然知道你係好熱心，而家係衝晒去幫手，但係都希望呢一份嘅傷心令到大家嘅幫助係可以維持落去，因為就算係捐血都好啦，而家一時三刻衝晒去捐血，醫護人員佢哋都係處理唔晒所有血，但係呢一場係一場長仗嚟嘅，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你哋熱度，去到之後都繼續去幫手，唔好淨係停留喺呢1-2個星期，沉靜喺個悲傷嘅時刻，都要繼續去諗點樣令到呢個社會發展得更好。最後都係祝大家平安。有請反方結辯。試咪。各位大家好，唔好意思，情緒有少少波動，因為咧即係大埔火災，相信大家嘅情緒可能都受到影響。咁
喺呢個星期開會嘅時候咧，我一位隊員問我，佢話點解大家開會嘅時候好似成件事冇乜發生過咁，好似冇影響到我哋開會嘅進程。嗰陣時咧，我同佢講就話，我哋仲有自己手頭上嘅工作，我哋有自己嘅生活要去過。咁確實呢幾日無論行喺街上面，甚至我諗喺呢個會堂當中，其實氣氛都多少有啲壓抑。咁但係都希望大家即係除咗我哋保持關心之外，我哋都繼續自己嘅生活，因為咧就算發生火災或者發生唔同重大嘅天災人禍都好，呢個世界從來都唔會因而停止，我哋嘅生活依然繼續。重建一個災區、重建一個社區好困難，但正正係因為我哋繼續向前，我哋堅守住自己唔同嘅崗位，先至可以盡快地幫呢個社會恢復。最後同樣地祝福大家平安，多謝各位。最後有請正方結辯。試咪，大家好啦。其實啱啱都講咗好多大埔嘅災情，都知道大家都好沉重。其實但係我都想講翻咧，其實大家都心情好沉重之餘，都唔好忘記，即係有好多事情啦發生當刻固然大家都惻隱之心，都會因此而亡。但係去到再之後10年、20年咁樣，可能大家會慢慢忘記咗曾經發生過嘅事情。我希望嘅係大家都可以記住呢個事情，尤其大家作中學生或者大學生嘅身份。因為我覺得大學咧對比於以前中學啊或者小學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就係大學呢兩個字咧，其實朱熹都講到，低至格物致知，上至平天下。我哋格物致知就係好換言之，就係我哋要了解到社會中發生嘅任何事情，包括我哋作為辯論員咧，我哋都會睇到背後嘅辯題，我哋會了解嘗試發掘背後嘅嗰啲價值，背後嘅一啲政策原則。但係了解完之後有咩用咧？最主要就係學以致用，點樣去大家例如剛才我講到。要堅守自己社會中嘅崗位，點堅守法啊？就係透過我哋嘅學識，透過我哋呢一份火，唔好忘記每一次發生災情或者每一次發生任何嘅事件嘅心，大家願意去求變、改變呢個社會嘅現況。最終亦都希望大家都知道，大家有自己嘅生活之餘，亦都可以留出多啲空間，關心下喺我哋身邊每一個人，因為可能真係出入平安係一件好奢華嘅事情。多謝。比賽正式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垂直農業嘅呢個概念係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ackson Disbomia喺1995年提出。佢話呢一個概念就可以簡單啲嚟講，就係用多層低疊嘅方法，利用室內水耕或者氣耕嘅技術，直接提供植物養分。而相比起傳統嘅農業，垂直農業具備3大優勢。第一，充分利用空間，降低土地需求。第二，室內無蟲無草，避免農業污染。第三，全年行均衡室，生產穩定可控。而我哋目前雖然有個別嘅企業，例如室內水耕農場、綠資源同埋水耕製作，嘗試在港發展垂直農業，但面對資金同埋技術嘅限制，難以擴大規模。回顧翻港府嘅政治方針，雖然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但係都從來冇忽略過多元產業嘅重要性。針對農業，正如漁護署高級農業主任許玉婷指出，農地減少、氣候極端同埋人才斷層，正正係導致咗行業萎縮。因此政府一直多管齊下，積極扶持農業發展。例如00年推行有機轉型計劃，16年撥款5億發展農業科技，再到近年提出都市農業嘅願景等等。
因此，今日衡量別題嘅準則就在於垂直農業能否提供多一個選擇，協助本地農業積極突破現有限制，達至長遠發展。我方認為能夠並且倡議政府通過以下兩大途徑主動介入，積極推動。第一，設立專項基金，針對垂直農業相關企業提供財政資助。第二，通過漁護署嘅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加速技術研發，甚至推行廣譜。我方贊成別題原因有二：一、滿足港人需求，建立高端品牌。食環署21年嘅調查顯示，喺外地菜同本地菜之間，有80%嘅市民會優先買本地菜。然而，傳統農業面對諸多限制，行業不斷萎縮，難以充分滿足呢需求。相比之下，無需依賴戶外土地同埋天氣嘅垂直農業就有更大嘅發展潛力。綠資源表示，佢哋目前嘅垂直結構已經可以增加到4成嘅種植空間同埋3成嘅產量。如果政府加強支援，年產量仲有望升多5成。而香港人除咗買菜注意產地，更加重視質量。根據理工大學研究，水耕技術通過喺室內精準調校溫度同埋水質，防止微生物滋長，免卻使用殺蟲劑、除草劑，從而產出更加健康嘅農產品。因此，垂直農業唔單止滿足咗本地嘅需求，更加可以成為品質同埋信心嘅象徵，長遠建立本地農業品牌。二、推動現代化發展，擺脱業界困局。正如漁護署指出，傳統產業容易受天氣波動影響供應鏈穩定。以本地鶴豆為例，有機農業主席石常光表示，呢種農產品因為產地鶴首村獨有嘅微氣候而特別優質，一直受到市場追捧。但天氣嘅原因導致穩定不足，令市場擴展受限，難以同餐廳同埋超市形成穩定合作。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總監黃煥忠教授都指出，健康產品嘅市場潛力巨大，但係供應嘅問題成為最大嘅障礙。所以垂直農業徹底擺脱咗傳統對土地同埋天氣嘅依賴，可以喺室內調控溫度同埋水質，確保農作物嘅生長環境全面穩定。咁樣唔單止可以穩定供應，更加有機會可以獲得一啲富有本地特色甚至歷史背景嘅農作物。例如運用水耕研發中心嘅技術，成功加種出紫白菜苗、金盞花同埋啱啱提到嘅鶴豆，為本地農業注入新嘅發展動力。所以最後想問友方啦，你哋認為政府需唔需要支持本地農業呢？如果需要唔發展垂直農業，有啲咩更好嘅方案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06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在嘅各位大家好，其實由方今日論證辯題嘅標準好低，有方今日同你講要睇係咪可以多一個選擇，咁但係想問有方係咪多一個選擇就必然係等於好咧？而家傳統農業都一樣可以做到有機，去確保到有方所擔心嘅質量問題嘅時候，點解多一個選擇就係好？再嚟睇有方今日同你講用得少地，咁究竟今日垂直農業可以慳到幾多地咧？而且有方忽略可行性問題，香港大部分土地用途唔可以隨意更改，咁喺所有土地用途更改用途要經過一系列申請審批嘅時候，香港港府可以提供到幾多土地？然後再嚟睇有方咧，同我哋講話咧有天災人禍，所以咧供應會出現唔穩定嘅情況。咁有方想透過垂直農業增加產量，咁有方要解釋垂直農業增加到幾多產量，而且有方對於穩定嘅標準係幾多？垂直農業要佔咗生產幾多成先可以做到有方所講嘅供應穩定咧？所以審視翻本地糧食供應啦，香港發言人指出，本港食品供應之所以穩定，有賴內地充足嘅進口。即使遇上颱風天，內地都會額外調配比平時多3成嘅蔬菜供港。所以睇翻漁農署數據，本地92%蔬菜嚟自內地進口，確保供應穩定。當本地農業並非主要來源，同時發展空間有限時，政府甚少干預本地農業市場，交由本地從業者自行推動業界發展。故此，有方要正立辯題，就必須要由政府對其直接投放資源，先至為之推動。
所以衡量辯題成立與否，就要視乎推動垂直農業在港發展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我方反立辯題原因有二：第一，違反推動產業發展原則。政府推動產業發展時，應考量經濟效益，確保資源分配符合公共利益。然而，垂直農業初始成本高昂。中國農業科學院環境工程研究室主任楊其祥指出，未計算以後嘅能源消耗，一棟高品質嘅垂直農場需高達10億美元。另外，英國哈珀亞當斯大學研究亦指出，垂直農業高成本必然令農產品價格高企，難怪現時日本有60%嘅垂直農業者因成本太高無法盈利，得少部分依靠政府補助同售賣貴價產品先得以生存。事實證明，垂直農業嘅營運模式喺實際商業環境中難以自負盈虧，存在明顯嘅盈利困境。香港人工高，寸金尺土，成本同售價只會有增無減。就好似香港垂直農場綠資源，1盒100克嘅沙律菜售價要58蚊，比進口沙律菜貴2至3倍。垂直農產品同內地或其他國家進口嘅平價農產品相比，明顯缺乏市場競爭力。可見垂直農業發展潛力不足，係香港並無發展空間。因此今日要政府大量投資落高投入低回報嘅產業，顯然唔合理。第二，用電倍增加劇碳排放量。垂直農業能源消耗遠高於傳統農業，原因係垂直農場需依賴大量高耗能系統24小時運作嚟確保生長環境。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法特梅卡蘭塔指出，照明設備唔單止耗電，仲會產生大量熱能。夏季必須大量使用製冷設備，以確保唔會過熱，形成耗電照明、發熱，然後再製冷嘅惡性循環，進一步推高能源成本。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可持續工程與建築環境學院嘅實驗研究顯示，垂直農場雖然生菜產量提高咗10倍，但所需能源係傳統嘅80倍。可惜嘅係香港極少綠色能源。根據中電2024報告指，香港化石燃料高達70%，可見香港嚴重依賴化石燃料發電。本港推動垂直農業，額外嘅耗電不但抵消運輸減排，甚至加劇碳排放量，反而加重環境負擔。所以最後想問有方，政府推動呢個行業發展，需唔需要考慮適唔適合香港，同埋有冇發展前景呢？多謝各位。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7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第一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表示評判做得好，有方主辯4分鐘，從來冇聽過我方主辯講嘢。咁有方話咧，而家做垂直農業咧，慳到幾多地，可以俾到幾多成本效益出嚟。但係今日我方主辯已經同你講咗啦，綠資源嘅例子，同一片土地可以生產到60倍嘅農作物，呢個咪就係有方想要嘅成本效益咯。所以其實今日咧睇辯題好簡單，問3條問題。第一，到底香港需唔需要發展農業咧？有方主辯話唔使啦，有內地嘅供求，外國都可以進口，所以唔需要本地農業。但係今日好簡單，今日我方主辯同大家講，有80%人想食本地菜，點樣滿足需求？有方4分鐘從來冇講過㗎，就係話咧外地入口咪得咯。但係今日好簡單邏輯問題。外地入口點樣入到本地菜咧？呢點有方解釋唔到，甚或乎啦。今日我哋見到嘅係而家香港有好多已經有2間嘅公司，例如係綠資源啦，同埋同樣都係垂直農業嘅水耕製作，可以喺本地提供到嘅時候，不如有方同你解釋一下啦。點解呢2間去到最後可以收支平衡咧？有方同學論點咧話，而家佢做唔到，但係現況就係同你講，佢哋23年同19年已經分別達到收支平衡，可以自負盈虧嘅時候，有方同學麻煩睇翻清楚現況。就係同一個方邏輯好搞笑。我哋講咧，外國進口就得，咁啊好簡單，係咪全部香港製造嘅嘢都唔需要啦？好似衫啊、手機啊同全部電子零件啊等等，都全部入晒外國嘢，唔要香港，咁就係香港人想要嘅嘢咧。所以講到香港人，我哋問第2條問題：香港人想要嘅農業係點樣？其
其實今日我哋望翻香港現況，八成人話想要咧，有方冇否認，甚至乎啦，我哋見到原來香港人去買菜嘅時候咧，好似陸之堯所講，哪怕佢哋嘅菜比外國貴1至2成，但係香港人都會選擇買。點解啊？因為我哋買菜唔係淨係睇佢係一棵生菜、白菜定係咩菜，其實會睇佢嘅產地喺邊啦，佢有冇用農藥啦，佢係咪新鮮啊嘛。所以今日咧，難怪水耕製作嘅營運及項目總監葉俊同我哋講，香港人喺買菜嘅時候咧，如果有一啲香港買唔到嘅菜，好似香草咁樣，有咗垂直農業技術，正可以幫佢哋提供多一個選擇。所以我哋做緊嘅唔係多一個選擇咁簡單，而係提供緊以前冇嘅道路嘅一個新嘅渠道啊嘛。所以有方同學不如解釋下啦，咁我哋俾多一個以前冇嘅做法，點解唔係一個更加好嘅事咧？咁第三條問題，政府嘅角色係點咧？其實當一個行業面對困境咧，從來都唔係話拋棄佢去發展其他產業，而係咧好似陸之源咁，今時今日佢好成功，但係原來望翻10年前佢都要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嘅支援。今日假如其他行業、其他嘅企業，好似垂直農場、Open Farm 咁，俾佢成功嘅話，土地生產力可以提高140倍。但係因為佢當初申請唔到政府嘅資助，因為以前嘅基金咧太多限制啦，唔適用於新農業嘅垂直農業技術嘅時候，今日我方方案正有一個新嘅政策，針對真嘅技術，開闢新嘅道路俾香港人，佢哋多一個新嘅選擇咯。所以最後想問有方，當香港人係真係想食本地菜嘅時候，政府唔推動，咁有咩方法可以俾香港人滿足需求咧？多謝各位。正方一副所用嘅時間為3分08秒，冇超時，冇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一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評判在嘅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反方同我從來都冇否定過垂直農業成本貴、投資大呢一個事實㗎。咁所以咧，我方問佢方案，政府要投資幾多、補助幾多，係咪唔使計成本效益？有方滔滔都冇回答過。其實我方主辯已經講過啦，日本呢個農業同埋科技咁成熟嘅地方，都要靠政府補助。嗰啲垂直農業農場先至有機會盈利嘅時候，我想問下香港點樣推動呢？而香港經貿研究所都同我哋講話，一個貨櫃嘅垂直農場起動成本已經要18萬美金啦。咁我想問下啦，有方點樣去發展呢？好啦，有方同我講話，唔係喎，香港而家有成功例子喎，有綠資源喎。我同你講緊綠資源賣緊啲乜嘢啊？士多啤梨85蚊一盒，一盒100克嘅蔬菜賣緊58蚊，係進口嘅2至3倍嘅時候，有方我想問下，而家市民點樣負擔呢？市民係咪日日對啲咁貴嘅蔬菜有需求呢？咁所以難怪啦。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嘅建築學助理教授都同我哋講話，垂直農場往往就係因為成本高、投資高，要買一啲貴價嘅作物先至能夠生存到。咁所以我方問下啦，我哋嘅公帑係咪要為市民一啲貴價作物嘅需求而付出咁大嘅投資呢？咁所以有方論定垂直農場嘅成效好簡單，就係話我哋見到有成功例子就等於有發展潛力啦。不如我哋睇下全球趨勢係點樣啦。原來全球各國嘅垂直農業已經發展咗10幾年㗎啦，但係咧投資額越嚟越少，破產就越嚟越多。全球對垂直農業投資額由2023年嘅21億美元跌到2024年嘅2.75億美元，下降足足87%。美國獨角獸企業 Plenty 有10億美金融資，今年照樣破產。而融資超過7億美金嘅 Bowery Farming 同埋 Air Parfait 上年都相繼破產。有方見到美國一個咁強勁嘅私人投資都要破產嘅時候，香港政府要為呢啲垂直農業埋單幾多？到時私人發展、私人投資者、私人業者向政府蝕到血本無歸，係咪先得收手呢？作為有方從來都冇回應過垂直農業帶嚟碳排放嘅問題㗎，所以我方主辯已經同你講啊，佢唔單止冇做到當初環保減排嘅效果，甚至係增加碳排放啊！所以難怪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可持續農業 Michael Hammer 都質疑啊，呢個垂直農業咧用嘅電力根本就唔足以彌補運輸
所帶嚟嘅減排，因為你係用緊電力去取代太陽呢件事根本就唔合理。美國康納爾大學植物科學助理教授 Neil Mason 都講話，除非嗰個地方完全使用再生能源去營運垂直農場，否則佢嘅環保效益完全唔合理。咁所以我哋想問下有方同學，今日政府要發展一個產業，係咪為咗嗰少少需求就可以不計成本、不計碳排放咁樣去付出呢？多謝。反方一副所用嘅時間為3分1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正方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時咪。在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立場咧就係話我哋而家保持原況就好，唔需要進一步發展。但面對住我方所講傳統農業面對嘅困境，要點解決？有方冇解釋過，所以咧睇翻有方同學今日反對咧得一個原因，覺得咧垂直農業不符合成本效益。但係睇翻而家成本係咪真係咁高咧？睇翻有方同學成本嘅證據同我哋講話，用啲外國嘅農場同我哋講話要10億啊嘅18萬美元，但事實上香港係咪咁咧？而家同你講咗綠資源就係靠3000萬嘅融資，就應該可以建立到一個有規模嘅垂直農場，可以自負盈虧。甚至有個同學話唔係喎，會種出嚟好貴㗎嘛。但係見到原來咧綠資源賣出嚟嘅有機菜係供不應求，所以有價有市有人買嘅時候，點解唔應該要發展咧？有個就話外國咧有好多破產嘅案例，但睇翻 Plenty 咧，原來就係話佢一開始嘅融資計劃就開始誇大自己嘅營運嘅效益，一開始就要起500間農場。任何嘅創科公司誇大佢嘅營資或者係擴充得太快，都會有到受到嗰啲投資失利。點解唯獨農場係一個你覺得係一個問題咧？所以見到本地嘅企業原來水耕細作又或者綠資源穩紮穩打，一步一腳印咁樣慢慢擴張，咪冇事可以自負盈虧。咁點解有問題咧？所以睇第二樣嘢睇環保，我哋見到咧自由工同不斷話會有增加碳排放，講話香港好大咁樣依賴化石燃料，但佢數據係咩？係整體有70%。咁究竟垂直農業用咗幾多化石燃料咧？我哋見到原來漁農護署咧都指出，而家佢研發到唔同嘅技術，例如係換咗 LED 嘅技術。原來咧我哋見到而家 Common Fast 換咗 LED 燈之後，佢節省咗26.3萬度電，所以減電有個同學講唔過去，甚至乎你話要用可再生能源，原來漁護署都推廣緊用太陽能發電嘅呢樣嘢喺唔同嘅垂直農場度應用，所以見到啦，你話要用可再生能源，而家做緊，所以有方不斷同我哋講話要發展傳統農業，但面對住傳統農業困境有2大困境，第一天氣上面供應不穩，所以導致佢哋冇辦法有穩定嘅供應俾超市或者商戶，所以農業一直擴展唔到。而家見到垂直農業可以有穩定嘅天氣室內環境可以耕種到，所以可以同商戶合作。睇第二樣嘢，而家因為天氣關係種唔到學豆，甚至香港最常見嘅菜心都種唔到。但係有咗垂直農業之後，種到更多元嘅菜，垂直農業可以令到農業更多元供應更穩定，呢個咪就係發展嘅潛能咯。其實以往政府咧13年已經發展咗水耕中心，見到水耕中心呢一開始唔係太過興起，但原來政府建設咗水耕中心之後，令到商界對於水耕技術有信心，所以咧加大力度投資落水耕技術，令到水耕農場由5-6間變成50-60間。今日我方建立呢個垂直農業嘅發展基金，佢正正係為商界提高呢個信心，去等佢哋大力加入去投資咯。所以見到政府資助一呼百應地，商界都有回應嘅時候，可以資助有咩問題？多謝各位。正方二副所用嘅時間為3分08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時咪。
各位大家好，要總結雙方立場分歧嘅時候，我哋問兩個問題。一個問題係香港係咪需要發展本土農業？因為有方咧就將需要同想要兩樣嘢咧係撈埋咗一齊。佢哋話今日可以發展垂直農業嘅時候咧，就係話多一個選擇俾香港人去缺食啦。咁但係咧，佢哋引用為咗80年想食本地菜，其實而家都有啦。咁點解一定係要政府呢個角色去引導、去推動呢件事去發展咧？只係多一個選擇嘅時候，即係你想要啫。同埋今日有方所講，係冇否認過我哋今日講垂直農業種出嚟嘅菜係貴過普通引入嘅嚟嘅菜嘅時候，咁點解有方就會講到一啲想食本地菜嗰80%究竟係想食平價嘅本地菜定係貴價嘅本地菜咧？如果佢哋係想食貴價嘅本地菜嘅時候，點解佢要政府佢去為咗嗰啲所謂少數嘅人，佢哋去食本地菜而去埋單咧？今日政府唔係一個無底洞，不停咁去補貼俾你去發展一啲話你想要就要發展。今日有講到話好多唔同嘅產業，佢有呢個需要想發展成自己例如本地衫、手機殼等等呢啲問題。咁係咪但係我哋見到有一樣嘢係好好嘅時候，我哋都要將佢引進入嚟，然後發展自己嘅產業？係咪就當香港嘅政府就係無底洞咁，可以不停地補貼去發展晒所有嘅產業先至得咧？咁有方咧，其實忽略咗每個城市，其實佢都有自己嘅定位㗎嘛。正如有方所講，香港係做國際金融中心嘅時候，點解要發展一個完全冇優勢嘅農業咧？我哋今日講嘅維持情況係你想要選擇，你而家去支持你本地嘅農業係冇問題，因為其實而家有嘅都已經足夠啲人去嗰班少數人去食。咁所以唔明有方今日想強推一個成本合啲根本唔符合嘅嘢有咩用處啊？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垂直農業係咪有發展潛力咧？垂直農業係需要至少每日16個鐘頭嘅人工照明，要做到氣候控制、全自動化嘅引入熱泵、加熱器等等呢啲大量嘅高科技儀器，當中電費咧、儀器費用咧，其實係非常之高昂㗎。更重要嘅係美國謝德爾菲大學嘅管理學院研究就話，就算最小型嘅垂直農場都最少要請4個環境植物工程師嚟營運呢啲科技。睇翻香港數據，你要請一個經驗豐富嘅環境工程師，月入係11萬嘅時候，難怪墨爾本大學工程學院教授庫爾特都指出，同樣係種緊有機菜，但係垂直農業嘅成本係比起傳統溫室種嘅係更加貴3至4成，所以係更少人買。而且今日劉方都已經舉咗好多喺外國實行緊垂直農業嘅例子，佢哋都不停咁萎縮緊，全部都已經有好多例子都話俾你聽，佢係執笠，已經係支持唔住，可以反映出其實呢個市場對於垂直農業需求係咪真係如有方所講嘅咁大咧？我哋見到垂直農業係燒錢，消費者唔買帳，明顯根本就唔係值得投放資源嘅項目，跟住嘅係香港政府今日使錢落去支持同產業嘅一個理由，根本唔係為咗要迎合所有人，你想要啲乜就去做乜嘢。因為你今日如果唔夠錢嘅情況底下，見到已經財赤，可以喺教育啲咁重要，都係要削減開支，點解呢件事仲要強推咧？多謝各位。反方議庫所用嘅時間為3分04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係台下發問環節，以下為台下發問規則。台下發問者須為該參賽隊伍隊員，並須在發問前向主席出示學生證，以作識別。對賽雙方各有3次台下發問機會。喺每次台下發問時間，發問一方只能派出1人發言，不可另作補充。同一發問者不可發問全部3條問題。質詢提問對象必須為對方隊辯論隊隊員。台下發問者冇權指定某一人作答。每位台下發問者發言時間為1分鐘。發問者須於計時員鳴鐘後方可開始。喺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問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台下發問者必須立即停止發問，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任何一方喺1分鐘內未能派出代表作台下發問，即當自動棄權論。除該隊損失10分外，對方可全取該次台下發問答辯分共30分。台下發問者須於1分鐘內提出問題，否則發問一方無分，對方無需答辯，可得該題之滿分。如任何一方提出抗議，評判有權各自裁決。台下發問者須於發問前向主席示意，得主席允許方可發問。發問者如多於1人，會由主席決定先後。
任何一方喺台下發問後1分鐘內未能派出代表答辯，即當自動棄權論。計時員會喺40秒鳴鐘一下，以作提示。每隊共有3次答辯時間，每次答辯時間為1分鐘。喺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答辯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必須立即停止其答辯，如不停止其答辯，主席將立即終止。喺每次答辯時間，答辯一方只能派出1人答辯，不可另作補充。同一辯論員不可答辯全部3條問題。請問對賽雙方對台下發問嘅規則有冇疑問？如果冇，首先有請正方同學作第一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在個答號，有方反對辯題，不外乎2點：第一，冇必要；第二，冇成本效益。但先講必要性，有方主辯所講，內地供應蔬菜咁穩定嘅情況底下，係咪本地嘅傳統農業都唔應該做呢？因為有方主辯講話，政府對農業採取不干預政策，其實係錯㗎。因為過去由2000年開始，政府都有做唔同嘅政策，例如有機轉型計劃同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係咪以上通通都係做錯呢？而第二點，我哋講成本效益，其實本地生產嘅有機菜都係貴過進口嘅有機菜，喺有方眼中都係冇成本效益㗎。係咪有方角度覺得香港就算冇任何嘅本地蔬菜供應，政府都唔應該干預呢？多謝各位。反方同學需於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反方同學盡快派員作答。你有1分鐘答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各位好，首先好多謝有方同學嘅發問，有方同學問我哋係咪本地農業唔需要，我方答唔係，交由市場決定。因為政府嘅角色唔係確保市民有需求食貴價菜、食有機菜，就要滿足㗎嘛。有方今日係要滿足市民嘅糧食基本供應安全，咪已經足夠咯。咁所以今日港府做咗好多措施去確保今日香港嘅進口穩定同內地嘅接應穩定，可以應付到香港無論係颱風又好、黑雨又好嘅供應咪已經足夠啦。好啦，有方又話啦，咁係咪而家政府嘅農業發展基金都要取消啦？我同你講咧，而家政府嘅農業基金係做緊乜嘢？係攞嚟做研究嘅，研究點樣防治非洲豬瘟，研究點樣入口標準可以檢測得好啲，研究點樣去做一個多層式嘅嘅畜牧業。咁所以今日咧，有政府嘅基金都只係維持一個行業嘅基本運作，其實唔係擴充緊。咁所以今日有方論證辯題，呢啲係政府要加資金去擴充。有請反方同學作第一次台下發問。
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可以。各位大家好，今日咧有風同你講政府基金，但係有風冇講咧呢啲錢可以點樣幫到啲咩？好啦，喺有風同阿財大你幫咗啦，咁做咗啲咩咧？你係提升緊市佔率啦，定係你有價格低咧？通通都冇交代過。所以有風都明白啦，垂直農業係冇辦法滿足到本地嘅本地嘅需求。所以有風嘅利用埋佢嘅目的咧，就係可以研發到比傳統農業冇辦法種到嘅咩紫白菜同埋金盞花，而呢啲利潤只係研發中心帶嚟嘅，而唔係垂直農業帶嚟嘅。張方話啦，80%都想要本地菜，咁有風冇解釋本地菜同外地菜有啲乜嘢分別？咁啊銷售本地菜嘅我哋農莊負責人都話啦，佢哋嘅蔬菜滯銷，所以香港嘅農作物咧根本就係供過於求。而當外地菜同本地菜都係有機蔬菜嘅時候咧，而外地菜嘅價格係貴本地菜而本地菜嘅價格係貴外地菜幾倍嘅時候，咁要幫佢交代佢本地菜競爭喺邊度嗰嚟各位？正方同學需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正方同學盡快派員作答。你有1分鐘答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示咪。在各位大家好，有冇問本地菜嘅競爭力喺邊度？主編咪答咗你咯，80%人想食本地菜。所以即使有方同學你提出嘅綠資源例子貴過外國菜，定係我方提出嘅水耕細作嘅例子平過外國菜1至2成都好，仍然所有人香港人都願意買並且供不應求。呢一個而家香港嘅市場狀況，咪同你講緊垂直耕作出嚟種出嚟嘅菜，咪已經仍然係供不應求咯。所以有方就話唔係喎，你講一啲研發到啲香港做唔到嘅嘢，係研發中心嘅利處。但我都想問下啦，香港人想食呢啲菜，但呢菜淨係喺個研究室入面，佢哋要點識到咧？咪所以咪就係真正嘅利處係佢要量產，將呢個技術推廣出去，多啲垂直農場發展垂直農業，香港人先食到呢啲本身食唔到嘅本地菜咯。所以我問你，學豆而家本身絕跡咗，而家垂直農業而家種翻出嚟，本身咁受歡迎而有需求，但因為農民退耕唔做，但而家有垂直農業推動翻出嚟，大家有得食啦，市民想食，你要公眾利益，咪有幫同學做唔到咯。多謝各位。有請正方同學作第2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示咪。在各位大家好，有方論點樣論證垂直農業成本效益低咧？有2點。第一，農產品太貴唔合理，比起傳統農產品高出2至3倍。但按照你嘅邏輯，咁貴理應冇人買啊？點解我方台上邊人仍然話俾你聽，綠資源近年達到收支平衡，甚至乎自己加開生產線呢？所以結論就係今日到底貴同埋平，唔代表呢個農業唔應該發展，貴同埋平亦都唔係有方4位辯員去定奪咯。所以第2點啦，就係有方覺得起成本太貴，政府唔應該做。但問題就係在於按照有方同學嘅邏輯，其實今日香港不論人工、租金、燈油火蠟，乜嘢都貴過深圳。但問題就係政府政策不嬲都係針對一啲起始行業高嘅行業去進行資助，例如創科、文創等等啊嘛。所以喺有方同學眼中，到底要問嘅就係起成本要低到乜嘢地步？係咪要去到人人都俾得起，甚至乎已經去到唔需要政府出手嘅地步，政府先要去資助呢？多謝各位。
范方同學須於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反方同學盡快派員作答。你有1分鐘答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各位大家好，好多謝友方今日問我哋係咪只要起始成本高嘅產業都唔做，係咪所謂人工智能都唔做？我答翻友方唔係啊，係因為友方今日提出嘅例子，提出嘅呢啲咩人工智能，全部都係因為有未來有前景，所以政府需要去推動。但係今日我哋睇到嘅係咩？農業發展佢已經我方台下都已經同咗友方講，而家係出現供過於求啊，所以友方需要論證翻點解垂直農業喺香港仍然有發展前景，點解而家香港仍然需要垂直農業呢個產業，點解而家香港嘅傳統農業做唔到友方所講嘅需求呢？更何況今日友方嘅立場就係覺得有人想要，所以就要做，但係想要係咪等於必須呢？更何況今日友方同我哋講，因為有80%人想要啦，所以我哋就需要去滿足佢嘅需求。但係友方需要交代翻，咁係咪只要有人對任何一個產品想要嘅時候，就必然要做呢？多謝各位。有請反方同學作第2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友方話香港有機菜需求高，但供應不穩。但想問友方對於供應不穩標準係幾多？要提供幾多先夠穩定？所以友方立場好矛盾，話多一個選擇就可以，但多一個選擇點解就可以做到供應穩定？所以友方覺得多咗少少供應就代表政府要推動，但背後全球垂直農業已經證實咗失敗。美國世界第1垂直農場 Ariel Farms 德國 Infarm 公司發展數十年都紛紛破產，投資者都紛紛撤走。點解政府要為咗你多一個選擇而倒錢落一個已經證實咗失敗嘅垂直農業呢？所以友方最後嘅目標係要發展多元產業，但多元產業係要每個產業都帶嚟經濟效益、經濟轉型。你嘅垂直農業完全做唔到，友方你係咪要政府為發展而發展呢？多謝各位。正方同學須於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正方同學盡快派員作答。你有1分鐘答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示咪。
小石評判做得打好。有方問我哋係咪乜都要為發展而發展？我覺得你唔係，而係因為今日垂直農業真係有潛能，兼且有需求啊嘛。由主變去到而家，有方否認唔到80%人想食㗎，辛苦啦。有方同我哋講外國例子，佢哋失敗，但係我方義父已經解釋咗啦，佢哋失敗嘅原因係因為擴張得太快啊嘛。但係今時今日望住香港，佢哋係擴張唔到。有方頭先講台下時候同你講話咧，供不應求啊，唔係因為係供過於求啊，好多咧本地菜有，但係都賣唔到。點解啊？原來就係因為我哋本身一啲農莊，佢哋可以喺邊度賣咧？就好似農家樂啊、農墟等地方咯，根本就擴張唔到佢哋嘅銷售渠道過去超市。點解？就係因為冇廠商幫佢哋包裝，佢哋供應唔穩定，先至會出現供過於求嘅狀況啊嘛。所以今日我哋就係有垂直農業嘅技術，幫助佢哋一個穩定嘅供應鏈，令到每個香港人都去到百佳、惠康等嘅超市買到屬於香港嘅菜。到底有乜嘢問題咧？多謝各位。有請正方同學作第3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第一個論點用美國嘅例子嚟同我哋論證碳排放量更高，但係有方比較錯誤。當今日美國嘅蔬菜供應大部分都係嚟自本土嘅時候，香港大部分都係嚟自入口、儲存同埋運輸嘅碳排放量都遠比其他地方高。所以今日陸志遠同我哋講，用 LED 光譜種植嘅每1公斤沙律菜，碳排放量可以低至3.62千克。較傳統室內種植嘅8.72千克，同埋直接由日本空運進口嘅4.25千克為低。不如有方直接同我哋比較本地垂直農業同埋外地空運蔬菜，邊個碳排放量更低？多謝各位。下方同學須於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反方同學盡快派員作答。你有1分鐘答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多謝有方同學發問。今日有方咧攞日本空運嚟對比香港本地垂直農場嘅碳排放，但我想問下啦，你而家今日垂直農場要做嘅係咪完全取代日本空運嘅所有產品咧？再者啦，我哋睇翻啦，原來香港92%嘅蔬果都係由內地進口嘅時候，內地係經由陸路同水路運輸嚟香港嘅碳排放比空運更低嘅時候，麻煩有方你如果要講碳排放嘅，麻煩同內地運輸嘅道路減排去討論啦。咁所以我哋睇翻啦，其實原來咧垂直農場咧嘅碳排放咧係必然高㗎，因為我哋一副例子已經講咗啦，美國康奈爾大學植物科學助理教授 Neil Manson 講過，除非如果當地完全使用再生能源，否則佢嘅環保效益完全唔合理。咁所以有方同學到底明唔明白呢個垂直農業對於環境嘅損害有幾大咧？多謝。有請反方同學作第3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方上綱上線，以為我哋反對本地製造，要投入資源，當然要考慮產業係咪適合香港，有冇長遠嘅發展前景。有方講到啲發展商咧，見到水耕技術咧就撲過去發展，但係原來技術其實早喺2017年就引進咗香港，但係結果係咩咧？喺2022年屯門工廈嘅 Sustain 農場嘅垂直農場其實早已經倒閉咗㗎啦。咁有方同學今日仲未比較過香港本地菜嘅競爭力啦。本地農場都講緊滯銷嘅情況，有方口中嗰80%需求，冇人食唔到本地菜，甚至未必會買翻啲更貴嘅垂直農場嘅所種嘅農作物嘅時候，咁垂直農場到底有咩發展前景呢？正方同學需於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正方同學盡快派員作答。你有1分鐘答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大家好，有方問嘅第3條問題其實同第1條問題一模一樣，即係未來有咩發展前景。其實我都答咗㗎，正係因為香港現時有需求，而現時的確供不應求。所以有方嘅説法係咩咧？就係、是、用咗一間公司叫喺屯門嗰個 Sustain， 即係話佢咧倒閉咗。但我哋睇翻資料先啦。Sustain 本身係間新加坡嘅公司，喺新加坡嗰度咧，因為有幸運。好彩當地嘅政府係會資助佢，但係現時正因為香港沒有撥款資助垂直農業，所以佢先要撤出倒閉啊嘛。所以佢而家就撤翻去新加坡嗰度做得風生水起。所以正因為政府需要去資助，見到有發展前景，再加有需求，所以嚟符合到政府應該要嘅角色咯。所以相反，咁有方答緊我方嘅台下嘅時候喺度話，呢啲持續基金需要做，係因為佢有一啲發展豬瘟疫苗嘅嘢，咁同佢哋嘅畜牧業我都可以依賴外地進口，唔需要香港㗎。咁點解係基金定係呢啲豬瘟疫苗我就需要資助咧？多謝。接住落嚟為自由辯論環節，以下為自由辯論嘅規則。喺自由辯論中，對賽雙方各有2分30秒發言時間，先由正方發言，再由反方發言，如此類推。辯論員可選擇一次過將發言時間用盡，亦可自行分配時間，分開數次發言。必須注意每次發言只可派1位辯論員發言，除一方參賽隊伍辯論員發言時間用盡，另一方參賽隊伍辯論員則可派出多位辯論員先後發言。發言一方參賽隊伍辯論員必須站立，時間計算以落座為準。即一方參賽隊伍辯論員發言完畢後及坐下後，時間計算才會轉至另一方。如辯論員發言後沒有坐下，則時間計算並不會轉換。自由辯論環節中，計時員於該參賽隊伍雙方嘅發言時限前1分鐘會響鐘1次，並於發言時限完畢前響鐘2次。自由辯論環節不設緩衝時間。當發言時間用盡後，主席會即時中斷其發言。當參賽隊伍一方之發言時間用盡，主席將宣佈參賽隊伍另一方餘下時間。參賽隊伍另一方可派出1位或多位辯論員輪流發言，直至時間用完為止。有請對賽雙方示咪。示咪。正方準備好嘅話，請向計時員示意。咁我話你今日有財赤，咁喺你方立場有啲咩產業係需要發展㗎？有前景嘅咪要發展咯，所以有方今日所講嘅80人想要，佢想要嘅係咩本地產品啊？
唔係，不如有分同學答翻我先，究竟有啲乜嘢嘢先算係有前景？經濟回報唔會蝕錢嘅，所以再問多你一次啦。嗰80人要嘅本地菜到底係咪60蚊一盒嘅沙律？咁問翻有分同學啊，會蝕錢嘅產業都有好多，例如創科發展咗咁多年，原來都係佔生產總值嘅不足1%。咁喺有冇立場睇係需唔需要發展？生產總值唔代表賺唔賺到嘅，都唔代表佢有冇發展前景啊嘛。所以問友方第二次，究竟本地嗰80人想要啲咩嘅本地農產品？好簡單，問友方一條立場問題，睇錢係咪一個政府唯一嘅衡量準則啊？唔係，仲要睇市民有冇需要同埋係咪基本需要。我想問下，政府係咪要為60蚊一盒嘅沙律菜埋單？唔係，而家同你講緊，而家供不應求呢啲唔係市民嘅需要係乜嘢啊？係啦，咁所以有方承認啦，市民想要貴價菜食60蚊一盒沙律菜呢啲奢點啦，政府都要埋單。呢個就係對有方對公帑物原則嘅理解係咪啊？市民唔係想食貴價菜，佢想食本地菜，為此願意付出金錢。見到佢想食本地菜，你要點樣去突破現況嘅農業困境？咁所以有方承認嘅市民想食本地菜，但係咧又唔願意為60蚊埋單咯。咁所以簡單嚟講，市民想要平嘅本地菜啦，垂直農場做唔做到平嘅本地菜啊？咁我方想問下你嘅邏輯底下，你要點樣發展本地菜？本地菜而家傳統農業溫室種植、水耕種植，同樣都做到隻，點解友方必然係要發展垂直農業？友方知唔知咧？垂直農業就係溫室再加水耕，再加多層式嘅一個運作模式。如果你同意溫室同水耕嘅，點解會反對垂直農業呢個技術嘅？一樣嘅垂直農業而家用電用 LED 去取代太陽，而溫室依然用自然太陽光，成本遠低於垂直農場。點解有方同我啱先負面嘅論證？你話開冷氣啊、調節嗰啲溫度系統都好唔環保。今日溫室一樣要用嘅時候，點解喺你嘅世界底下溫室可以，垂直農場唔得？係友方唔理解垂直農場嘅運作啊！而家係你係用電去取代太陽，咁用取代太陽嘅時候，你咪要散熱咯。你製造嘅嘢係比溫室用自然光多好多㗎。咁所以友方從來都唔承認啊，從來已經承認嘅垂直農產品必然係貴，佢唔係市民嘅基本糧食，而係市民對於蔬菜嘅奢侈追求。咁政府呢個公帑運用原則合唔合理？係，所以所講電其實而家有 LED 技術幫你慳到26萬度電。講水我哋慳咗95%嘅時候，有幅圖話咧要睇需求。咁嘅香港人願意為咗買想食嘅菜俾多啲錢，有乜嘢問題？咁點解而家垂直農業生產出嚟嘅農產品仍然係供過於求啊？點解供過於求啊？水耕細作同埋農業資源完全供不應求喎，有咩係供過於求？麻煩有翻論證供不應求點解？係咪因為佢一個月出幾十盒，所以供不應求啊？我雖然都同意咗，而係供不應求嘅，所以我想問下，咁有啲乜嘢方法係可以發展到本地嘅農業嘅？友方冇論證到佢產出量幾多，點樣論證佢供不應求啊？今日啊，冬季啊，日本哈密瓜都賣到斷晒貨㗎，政府係咪要補貼市民買日本哈密瓜？友方同學錯判現貨，今日綠枝同埋水耕家作同你講，佢哋36斤嘅蔬菜全部都供應晒，甚至大家要更多要開生產線啊嘛。咁我想問你啦，你哋已經話要維持現況，支持本地農業，點支持啊？所以友方承認啦，垂直農場出嚟嘅農產品係奢侈品。咁今日同樣嘅邏輯，政府係咪要補貼市民買日本哈密瓜？咁今日同樣創科製菜出嚟嘅產品都係奢侈品，係咪唔發展？佢唔係奢侈品，佢可以賣埠，可以做專利技術，佢係高回報，但係佢係高投資但係高回報。你今日種嘅只係一樖菜，我想問下高回報去咗邊啊？垂直農業都可以發展技術賣專利嘅喎。咁但係友方今日嘅垂直農業產品嘅對象受惠者究竟係嗰班普通市民定係高檔餐廳？所以問緊你提供俾餐廳有咩問題？市民想食喎。係啊，幾貴嘅嘢市民都想食㗎，但係公帑運用原則係咪要補貼市民買奢侈品？友方嘅立場請正面回答。唔係，所以啦，今日創科咁貴咧，你又肯發展，垂直農業又唔肯發展，根本就係針對垂直農業咯，你輸打贏要。咁問翻友方同學底下，而家農業係需唔需要發展啊？所以友方今日立場係咪只要有人想要，等於必要？80人想要點反解？方發言時間已經用盡，正方尚餘29秒。可以派完作結，準備好聽計時字。所以今日我方唔係資助班市民買啊，而係資助班商家去生產嘛。你唔大量生產嗰啲技術，點樣未來降低成本咧？所以今日友方同我搞錯現況。今日佢需要日本蜜瓜嘅話，我方自己可以用垂直耕種技術喺香港種日本種嘅嗰啲哈密瓜，等佢哋可以喺本地都食到本地菜嘅時候，我哋資助嘅係商家整個產
用盡。而家有2分鐘時間給予雙方作結辯準備。準備時間結束，有請反方結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需要同想要，今日論證咗全場，但係唔難發現有方今日咁想要去論證需要呢件事唔合理。主席評判咗，各位大家好。當今日香港基本需要都未被滿足，就去發展想要，社會平衡被破壞。嚟到結辯，我哋梳理翻今日辯題第一個字眼港府。今日有方用一句想要咧，就去覺得政府要做，認為要多一個選擇，多一個渠道。所以有方今日全場論證緊講足嗰80%咧，有方都知㗎，係想要啊嘛。咁但係當政府要發展，講緊一個垂直農業嘅農場，佢起初始資金3000萬，政府有方要發展幾多個咧？唔知。一個3000萬要賣幾多棵有方口中呢啲垂直農業嘅產品先回到本咧？亦都冇交代過，於是乎有方論證唔到必要性喺邊度咧，就開始極端化我方立場，問我哋係咪所有而家農業咧都唔需要被發展？但我哋見到今日政府嗰5億嘅資助緊嘅項目係需要啊嘛，所以咧今日我方都問有方方案，有方方案極其模糊，佢哋前場話政府會提供資金補助，追問詳情嘅時候有方冇解釋過。然而，政府嘅財富從來都唔係一個無底洞，從來都唔係簡單地想做就做。我哋見到外國嘗試發展嘅時候成本高，最後因為成本運作唔到破產。講緊起初要3000萬，每年不斷去持續去發展嘅時候要更加多嘅錢，政府係咪無底洞去津貼咧？都唔係。於是乎咧，今日有方想解決成本高呢個問題，就係政府不斷去補水啦，去幫佢泵水，俾錢佢哋。咁但係政府嘅角色從來都唔係滿足每一個市民嘅想要，因為今日講緊農作物，今日講緊蔬菜係基本嘅糧食需求，從來都係要低發展，要廣面積，要種得多，要市民俾得起、負擔得起。當呢個情況強行套落喺香港嘅現況，用極高嘅金錢成本土地換取極少量嘅作物，係徹底嘅資源錯配。呢件事喺香港
何嘅可行性，甚至有方從來咧都冇反對過今日垂直農業咧係會有部分污染嘅問題。於是乎咧，有方就同我哋講，而家我哋可以用 LED 燈去降低到幾多咧？唔知道，降低到有方口中嗰23萬嘅電佔整個垂直農業發展嘅要用電幾多咧，都冇交代過。而同我方都交代咗啦，因為香港寸金寸土，要發展大規模嘅綠色能源係冇可能嘅事。所以就連友方自己都就連政府自己都承認香港要去發展一啲可再生嘅能源潛力極為有限。如果我哋今日垂直農業要透過呢啲可再生能源去做嘅時候，根本做唔到，就只能夠透過不斷投放化石燃料，政府去推一個會污染香港嘅方案，又係咪合理呢？在各位多個選擇咧，從來都唔係推到一個行業嘅原則，因為政府要考慮一個政策，整個產業嘅考慮咧，可能要因地制宜。政府投放資金發展產業，要諗清楚前景同埋優勢。一個地方嘅繁榮，從來都唔係玩下㗎。我哋應該要集中翻自己資金去發展我哋最擅長、效率最高嘅事。所以可以見到香港發展垂直農業比起其他地方根本冇比較嘅優勢。我喺現場講過，地少人多，比起內地地大物博，今日農業從來都唔係我方發展嘅優勢。我哋簡單回顧下香港嘅發展啦。我哋由小漁村走到國際大都會，我哋知道因為香港呢個地區有港口，我哋發揮緊我哋嘅優勢。但係今日去發展垂直農業，只係打套即係做緊一個歷史嘅倒退。多謝各位。蛋當結便所用時間為4分09秒，冇超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正方結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身處農業轉型嘅當代，我哋點樣傳承農業嘅價值，成為新一代嘅農的傳人呢？主席評判有方同學聚咗咁多位農的傳人，大家好。但係其實講咗全場咁耐垂直農業咧，我哋都冇知道有咩植物可以種到嘅。所以不如嚟到最後一個環節，我哋嚟開3棵喺垂直農業當中種到嘅植物，嚟開啓我哋農的傳人嘅道路。第一棵苦瓜，陳奕迅喺苦瓜嘅歌詞當中有提及到。開始是捱一些苦，栽種絕處的花。現時垂直農業的而且確面臨緊一些苦啊，佢處於開發階段㗎，捱緊乜嘢苦啊？缺乏政府嘅資金援助，缺乏技術支援。所以我方就要問啦，農業面臨困境，政府要定唔需要幫咧？香港友方就話唔需要嘅，咁所以我方就台下就問友方啦，係咪以往嘅政策都做錯咧？友方冇答到，而進而放諸香港諸多政策都好多都唔係計錢㗎。好多都成本效益好高，係咪都唔需要發展？例如創科、例如文創呢啲，有個都冇直接交代過。反而友方就話基金咧，其實我係需要資助㗎，因為佢係需要。咁但係嘅問題係，你話需要技術，係咪就變而同樣嘅邏輯？其實啲人咧，香港人咧都唔係需要你嘅產品㗎。只要友方嘅邏輯的話，係咪你所講嗰啲咩豬瘟疫苗我就需要，因為佢係個必需品。但係照友方嘅邏輯底下咧，我日本嗰啲嘅速運而家我都可以照單全收嘅喎，因為佢哋都係我哋可以香港依賴嘅一個行業，所以香港唔需要呢一啲咁嘅技術嚟支援本地畜牧業。所以呢啲問題咧，如果答唔到都算啦。更加重要嘅係有個退立場，由最開始話同意覺得係供過於求，到後來認同供不應求。所以市民有呢個需要問嘅係點解需要垂直農業咧？所以友方提出垂直農業有3高：第一高碳，第二電力高，第三成本高。但係苦瓜再苦都能夠回，咁我都相信能夠絕處逢生。所以上述問題從來都唔係我哋應該討論嘅核心啊！正正因為呢啲問題並非不可以解決。相反，我哋電腦即使用多咗電，但係每年因應技術轉型用嘅電越嚟越少，成本再高，我哋都見到私企已經做到收支平衡。碳排放再高，我哋都直接對比對外國供應過嚟嘅蔬菜少咗碳排放，同埋有技術轉型減少碳排放，就唔係好知道有關開碳排放嚟講用嚟做啲咩㗎？尤其係當友方直接對比緊對日本空運嘅情況下，係咪你話政府唔應該支持碳排放？係咪政府都唔應該俾啲日本空運嘅蔬菜嚟講咧？所以相反嘅垂直農業有某啲不可以被取替嘅獨特之處，佢打破嘅係地域限制，
香港地少由人多，成日剛所講，能夠開墾嘅農地，只要隨住大城市發展趨勢底下，逐步被蠶食。加上傳統農業極為依賴天氣變化，四季如春就年年豐收，風吹雨打咧就農民承受。所以咧呢啲之所以係通講古咗10幾年大推現代化農業嘅主因。而隨著農業正對於上述問題，所以有咩弊處咧？雖然第二句歌詞栽種越樹啲花嚟到蘭花啦。唔知在座各位坐喺智能教育當中咧，有冇了解過浸大有一個學系叫做農業科技學系，其中一個主科咧就叫蘭花。正所謂牙嚟牙聲想捧一些，有冇講咁耐？其實都想要踩低香港農業啫嘛。但係呢個立場説話不難以接受。近年嚟各院校咧都陸續推陳出新，講一啲新嘅農業科技學科，正對應嘅就係社會上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農業死梗嘅思維。成日都有人話翻鄉下耕田啊你，呢個轉型正令大家意識到耕田咧就唔一定要鄉下，可以喺都市大廈。耕嘅田咧都唔一定喺地上面嘅，可以喺棚架之上。所以嚟有第3棵植物話向日葵啦。以前就話民以食為天，誠如有哥所講，好似農業咧只係大家食嘅啫。但其實現時嘅農業已經不將果腹之欲視為貴業，我哋開始捍衞本地價值。書講體育會支持本地嘅運動員，論音樂支持本地樂壇，就唔好知道點解突然間到農業就唔需要再支持啦。所以講做最尾一句，作為香港人，我都希望農業能夠蓬勃發展。我希望甚至能夠走出國際。你冇農，我也冇農；你農我農，從來都無可置。多謝各位。正方結辯所用嘅時間為4分1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現在有請各位評判可於原位置商討比賽細節，並請台上辯論員可在原位稍作休息。喺宣佈結果之前，有請各位評判就今日雙方嘅表現作出寶貴嘅意見。首先有請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系高級講師黎奕寶博士。大家好，咁其實我覺得兩邊嘅表現都好好啊。我有俾到分啦，即係一直大家一路講一路俾分啦。咁其實我都唔係好肯定，最後我俾咗分係邊高啲嘅。咁所以其實係可以想像到嗰個係好接近。咁我有少少意見補充翻啦。咁例如大家咧去講呢個題目嘅時候咧，都好直接就即刻入到去講呢一個垂直農業。咁但係其實一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應唔應該去推動一個產業？但係有啲咩條件，有啲咩標準咧？可能要釐清多啲，講清楚多啲先啦。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大家討論嘅時候都有講到嘅。咁例如反方我好覺得特別欣賞一個點咧，就係有講到嗰個想要係咪想要定需要嗰個問題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反方其中一個好強嘅論點啦。咁另外咧正方咧都有講到咧，就係嗰個垂直農業嗰個發展前景係咪？即係佢而家需要政府去推動啦。咁所以即係話佢其實而家嘅情況未如理想嘅係咪？
咁所以先去推動啊。咁所以正方去着重去打嗰、佢嗰個發展前景，甚至乎佢將來可能會帶嚟一啲你未必想像到嘅經濟效益，就好似一啲創科產業咁樣，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啦。咁最後我提多一點咧，就係話討論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啦，大家會講好多其他國家情況，例如美國係咪？美國或者新加坡係點樣？咁但係因為個題目係講港府啊嘛，咁所以你哋可能會強調多啲一啲香港獨特嘅情況啦。例如話，咁香港最出名又係地方唔夠啊嘛，係咪？咁所以咁垂直農業，咁理論上可以用少啲地啦。咁我知道何必有提到呢一點嘅，咁但係可以強調多少少啦。咁但係啱啱嗰個就係比較係相對支持嘅，咁但係其實反對嘅咧都有一啲香港獨特嘅原因嘅喎，即係例如話新加坡可能就會想發展多啲，因為即係可能對佢嚟講，佢哋係一個國家，佢哋嗰個糧食安全問題，但係其實香港如果係背靠祖國呢個角度去諗嘅，佢又冇必要喎。咁係咪即係呢啲香港獨特啲嘅角度，可能大家要強調多啲啊？唔該。多謝評論寶貴嘅意見。現在有請香港樹仁大學生傳系客席講師陳宗坤老師。好。頭先阿盧博士講嘅我都好同意㗎。佢都提到嗰個正反雙方嗰啲意見啦。咁我喺呢一度咧特別要提翻咧就反方咧佢義父。咁義父咧鄭慧雅咧嗰度提出點解港府咧嗰個辯題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點解港府要推動咧？咁佢就講咗問咗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呢個問題咧都係好多人想知嘅，特別係我哋見到大埔嗰個火之後咧，香港咧就可以講話好多嘢都要等發展嘅，咁變咗咧就香港政府係唔係都要將一啲資源咧就擺咗落去垂直農場嗰度咧？咁鄭慧雅咧就提出咗呢樣嘢嚟問嘅，咁呢個係非常有用嘅呢樣。咁我見到咧就正方咧喺呢度都答唔到嘅，冇講到嘅。咁呢一度咧就反方咧提出咗呢一個咧，就應該係可以提出多啲啦，盡量去發揮呢一個港府喺呢度點解喺呢一刻嘅時間咧，咁可以食到我哋講話辯論咧都要咬住而家社會嗰個喺時間啊，同埋喺地理方面嘅嗰個面對嘅問題啦。咁呢度我就覺得反方咧就喺呢度做得到嘅。咁喺用 Q 卡嗰度咧就我見到咧就都用 Q 卡咧都好 common 啊，大家都不斷用啦。咁就港大歐子謙啦一副咧就冇用 Q 卡嘅，我呢個好欣賞佢。不過咧就佢講咧發言就好急啊，講啲嘢咧就佢有好多嘢佢都其實可以講慢少少咧。咁啲評判又好，台下嘅公眾啦，聽得可能會更加入腦啊，更加深入啦。咁五展期二副嗰度咧都發言都冇乜用 Q 卡嘅。咁佢同一副歐志謙啦都係講嘢都係比較快嘅。不過佢咧就係因為女仔啊，所以嗰個發言嗰個講嘢咧就有啲優勢嘅。嗰個用詞啊咁嗰啲都係好過歐志謙。咁呢樣嘢咧就係有啲分別。咁係好
好啦，咁就我個評語講到呢度啦，咁我再交俾第三位評判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嘅評價。多謝評判寶貴嘅意見。現在有請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楊展康先生發表評語。大家好，試咪，我聽到支咪嘅質素都個聲音，我試一試先。試咪 ，OK， 咁我嘗試用支咪講咗先，因為有少少懷疑個音響喺呢度，跟住我講咧，我就聽住自己嘅回音咧，有少少唔係咁舒服。不如一係咁樣，我試一試生嘅支咪，我諗我用自己嘅聲線試一試。大家好，聽得清唔清楚啊？咪都可以嘅，因為支咪呢個聲音係個回聲比較大。首先有兩點要做咗個抱歉先嘅，第一就係非常之抱歉，就因為交通上嘅問題，咁我就遲到咗少少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向賽會有少少抱歉嘅，因為嚟到嘅時候喺門口賽會就即係詢問我嘅即係幾時畢業，咁啊抱歉小弟2024年畢業咧，就似乎唔係太符合賽會嘅一個要求，咁所以就或許下次可以再早啲詢問相關嘅要求咧，咁可能對於評判去決定即係要唔要去做評判或者資格上符唔符合咧，可能有更早嘅把量。咁我覺得呢一點係稍為抱歉嘅地方。好，跳翻兩場比賽咧，我會覺得好同意啱啱兩位評判嘅一啲嘅分析嘅。咁啊，我諗我對於即係一個辯論員嘅角度咧，咁我諗我分享多少少，大家喺處理你哋嘅主線上面要把控嘅重點喺邊度？因為我覺得今日雙方係 miss 咗一個好大嘅位置，兩邊都係。就係到底發展垂直農業嘅程度要幾大？喺正方嘅世界入邊咧，應該唔算係太大。乜嘢意思咧？即係港府要搞個基金出嚟推動咧，嗰個程度有限嘅啫。即係話申請嘅咧，最多係6資源啦、稅間細作同埋再外加幾間可能有興趣嘅幾間嘅垂直農業嘅企業。That's all。對於你哋嚟講咧，你哋要滿足嘅單純可能係有部分反方用翻佢哋嘅字眼，想要食比較貴價菜嘅人嘅一啲 demand， 咁就已經符合你哋嘅要求㗎啦。咁即係話咧，如果用翻更加官方同政策嘅字眼咧，你唔係要做成個垂直農業嘅產業化，單純係希望將一部分受歡迎嘅產品量化啫，就係咁簡單。但係反方嘅世界之所以會引用大量嘅外國研究咧，佢係想說服大家咧，呢一條辯題底下嘅語境，講緊港府要推動垂直農業在港發展咧，係要大規模地變成一個產業，似乎有咁樣嘅意味。因為如果係咁咧，先可以解釋到反方主辯以至於後場不斷用成本效益啦，不斷話要用好多錢嘅一個説法。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大家對於垂直農業到底要發展到一個點樣嘅景象咧，係冇嘗試爭過呢一個戰場。咁以至於雙方其實有少少唔係咁對嘴，即係話再用人話啲解釋，政府推動咗垂直農業之後，到底係只係喺部分區域有一啲工廠做下垂直農業咁簡單啦？但係我哋要好似反方咁樣講，要成個垂直農業可能取代某部分，但係大家都知道而家公港可能90%係內地嚟嘅菜，可能要取代某部分嘅比例。呢個問題到底係點樣去拿捏咧？其實冇人答到呢個問題。即係話反方主辯問嘅嗰個頭嗰幾句咧，問個垂直農業要佔成個本地農業嘅 output 幾多呢個問題咧，正方好明顯係冇正面答。咁但係暗碼底正方應該係唔係想佔太多。好啦，咁去到呢度嘅時候咧，就會形成咗一個位置，就係咁到底評判會點樣相信同埋點樣諗呢個問題咧？啱啱陳教授提到一點咧，就係點解會覺得反方二副嘅同學仔嘗試去問港府推動呢個問題問得咁好咧？因為可能喺呢個就正方要注意，喺評判嘅心目中，大家睇完條辯題，可能第一眼會諗嘅係，咁我推動垂直農業，咁應該係往產業化方向行嘅，即係未必係好似你哋咁樣講，可能係純粹係滿足你哋一路強調嗰80%人嘅口味，咁其實可能發展得比較細規模喺你哋世界。咁但係由於你未太清楚講得出呢個願景咧，就會變咗做可能聽者或者評判會諗，咁係咪真係要產業化咧？係咪要大力推動咧？係咪要顧及反方所講需要同想要嘅分別咧？咁呢啲位咧，可能喺個評判嗰度會
諗咗去反方嗰邊，以至於覺得你講嘢太細啦，又或者可能係嗰個規模係唔足以去要求港府搞個基金嚟推動。但係又調翻轉咁樣講，就係亦都可能會有一部分嘅評判咧，會聽得出你哋嗰個發展規模事實上唔係想咁大，但係反方咧就不斷引用大量嘅外國例子，好似啱啱第一位評判黎博士咁樣講，可能係用一啲美國啊唔同嘅可能澳洲、墨爾本嘅呢啲例子，咁啊聽落好似同香港嘅獨特性又唔係太一樣。咁點解會有聽者咁多唔同嘅感覺出現？就係因為大家冇喺呢個位度解釋清楚你個願景想發展幾大。好，再推論下一步咧就係、咁要點樣判場比賽嘅勝負咧？就睇下大家交鋒上面有幾捉得緊呢啲位啦。喺我嗰張票上面，咁我認為咧，反方去到台下以至於自由辯論嘅環節咧，有少少跳咗落去一啲好個別嘅一啲 perspective 去同正方討論。例如你嘅兩條台下會可能問：哎呀，發展農業有咩垂直農業有咩前景啦？又或者其中一條問：咁個競爭力喺邊度啦？呢啲問題咧，對於正方去解釋，咁咪就係符合本地人嘅需要咯，本地人有咁嘅需求咯，供不應求咯，等等一啲好微觀、好 micro 嘅講法咧，就會好出啦。咁所以點樣做？乃至於去到自由辯論咧，有好幾嘴嘅一啲回應咧，都係俾對方拉住咗去問：喂，咁啲人食唔到菜點算啊？咁然後嘅嗰個係咪供不應求定係供過於求嘅問題，其實可能講嚟講去都係某幾盒菜嘅喎，講真，咁咪某幾種菜。但係你世界你唔係想講呢樣嘢嘛？你係想講，如果港府要推動一嚿嘢嘅發展，咁就應該正方咧係有暴露一啲唔少嘅位俾你捉嘅，但係我認為你冇捉到。正方義父或者喺回應台下嘅時候咧，不斷用一個詞語叫量產，係啦，即係話咧，其實佢都好尷尬嘅，佢都知道佢講得太細係唔得嘅，咁所以部分例子佢都會用量產呢個詞語去表達。乜嘢叫量產啊？就係呢個就係你問佢其中一條台下，跟住正方義父大大聲出嚟話：嗱，我哋今日咧唔可以將啲菜留喺個研究室度，我哋要量產。咁咩意思啊？咪就係大規模地變成一個發展咯。佢都知道係要產業化嘅，係要大規模。如果咪要港府嚟做咩？係咪？如果真係咁細規模要滿足大家嘅一個口味，咁今日綠資源咪做緊咯，水耕細作咪做緊咯，生產線正方都識講開埋幾條啦，咁要港府推動嚟做咩？所以反方你應該要捉嘅位就在於，咁佢所講嘅嗰啲字眼暴露出嚟俾你嘅立場，都係要大規模地將嗰啲農作物發大嚟做。咁如果係發大嚟做，咁你嗰啲外國研究就會好生啦。因為如果我哋唔係想單純滿足部分人想要嘅慾望，而係政府攞公帑出嚟係搞個產業咧，咁你就可以講到外國就好多都係失敗，咁你個 linkage 就大好多啦。呢個係反方我覺得喺後場有少少技術上失誤嘅地方。咁以至於後面俾正方喺台下咧自由辯論咧，喺啲好微觀嘅位置咧，我覺得係有少少些微嘅優勢。咁呢個係我對局勢分析。咁到最後咧頭先評判都或者我哋集體都未討論呢個點啊，就係呢一個嘅碳排放嘅問題。咁我唔希望 miss 咗呢一個討論嘅點啦，因為如果唔係就我哋冇人 cover 佢呢一個反方開嘅第二個論點。呢個説法咧，我認為反方嘅用處咧，未必係即係你最大嗰其實係打政府原則啊。對於你嚟講，環保嘅問題咧，可能係一個 side track 或者一個 point 咁樣。咁但係呢個討論咧，正方係有揼到一啲嘅資料，去解釋俾你聽。我可以用一啲更加更新嘅技術去取代你所講嘅一啲好傳統嘅碳排放，即係你反方主辯用嘅嗰個數。香港有70%係燒化石燃料，咁但係正方後場不斷交代有好多更加環保嘅方案。喺反方嘅世界咧，對於呢一點我諗冇太多嘅回應，最多咧就係反方結辯可能會去問：咁你減咗個20幾萬度電係佔個比例幾多啊？等等等等。咁或者正方第三條台下開咗一條專登嚟問你哋，咁其實咧個數我唔知點解嗰個數係即係正方喺即係佢咁樣舉啦，咁你有冇質疑？我唯有信啦。就係水耕細作嗰啲真係做出嚟咧，比傳統農業用嘅電仲少啦。我唔知係碳排放仲少定係點，可能係計晒成個 supply chain 嘅過程，例如運輸啊嗰啲。咁總之碳排放係得約2點幾，傳統又7點幾，日本空運就4點幾。反方嘅回應係：咁你唔係想用垂直農業取代晒日本空運啊嘛？呢個回應我認為不是太犀利，因為人哋質疑緊嘅係嗰個你所講嘅碳排放量嘅比較問題，所以正方第三條直接問緊你，咁你可唔可以幫我比較碳排放嘅多少？點解會有呢個數字上分別？反方就 shift 咗去咁你係咪去取代日本空運嘅所有水果啊？咁就未必係講緊碳排放嘅問題。
咁所以喺呢個位置上咧，我認為反方如果你要打你嘅第二個論點咧，可能你要 expect 對面喺處理一啲駁上駁，例如真係講得出一啲技術係可以減低碳排放嘅時候，你可能要諗一諗點樣將你呢個 point 打大啲。其實同樣 logic 嘅，就係如果你將佢做產業化嘅時候咧，咁自然嗰佢可能個垂直農業佔本地農業嘅 output 係可能到某一個百分比、20個百分比、30個百分比嘅時候咧，個碳排放嘅分別可能就明顯啦。咁可能都係我啱啱講嘅嘢，就係你要攞到呢個戰場優勢先，跟住你先講到你環保嘅嗰啲論點。咁呢個係我少少對於你個 point two 嘅一個詳盡分析。咁啊辛苦晒雙方嘅一個準備啦，亦都係呢個咁低氣壓嘅環境，希望透過持續討論一個社會嘅議題，希望 keep 住大家對唔同社會議題嘅度。多謝各位。多謝各位評判嘅意見，為答謝各位評判於今日撥冗出席。現在有請賽會代表諮詢紀念品俾幾位評判。首先有請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高級講師黎榮寶博士。接下嚟有請香港樹仁大學生存系客席講師陳忠坤老師。有請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楊展康先生。多謝咁多位評判，跟住係宣佈賽果嘅時間。首先係宣佈今場比賽嘅最佳辯論員。今場嘅最佳辯論員為正方香港大學嘅結辯莫君如同學。恭喜莫同學！所有初賽至準決賽嘅最佳辯論員獎項將於總決賽嘅頒獎典禮當日頒發。之後係宣佈今日比賽嘅結果。今日嘅辯題為港府應推動垂直農業在港發展，正方香港大學，反方嶺南大學。結果係2-1，由正方香港大學勝出呢場比賽。今日嘅比賽已經圓滿結束，多謝各位。最後有請各位評判同雙方辯員到台前影翻張大合照。
我哋翻數課咯。好啊。應該係呢個應該要下一個啦。我咪諗問財會有冇關係？都有。地方細。嗰個地方細，嗰個係勉強。寫過嘢嘅，嗰做。咁多觀眾。哇！呢個真係。